彭博3月13號嘅夜晚發表咗一個報告，就係話 Bank of America 即係美國銀行發出預警，話而家今年嘅2026年嘅經濟情況，特別係美股咧，就好似08年之前嘅金融海嘯一樣。呢一個問題唔係小事喎，大家都知道08年金融海嘯究竟發生咩事㗎啦，影響個全世界個經濟都係咪低迷，股市都大跌。咁佢主要講咗就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油價一路咁起上去，一直高企，而油價高企咧令到通貨膨脹高，經濟低迷，即係滯脹啦。第二個原因咧，就係一個私募信貸嗰啲基金開始已經有問題啦。即係呢兩件事一搭埋嚟講，佢就話係個情況就好似08年之前嗰啲信號一樣，所以佢就預警啲投資者咧真係要小心啦。咁呢個仲有一樣嘢講咧，就係話因為而家今次個通貨膨脹咧，可能引起歐洲央行咧就會提前加息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當央行一加息歐洲嘅話咧，世界好多地方都可能都會跟住加息啦。咁咧就真係會令到股市好大個衝擊嘅。仲有一樣嘢咧，佢提到咧，我覺得真係要大家要考慮嘅咧，就係佢覺得而家美股嘅股價咧，係只係反映短線嘅美同阿朗呢個問題咧，係覺得佢哋會好短時間就會結束，而覺得 AI 嗰啲公司亦都會好好嘅盈利，即係話美股就冇反映出呢個問題，暫時嚟講。咁當其他投資者如果發現到呢個問題嘅話，可能美市就會受到好大嘅衝擊㗎啦。希望你覺得呢啲資料對你有幫助，有咩意見喺評論區留言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